刘能，你好啊，好啊，这个在这儿相见，这个非常高兴的。来，这个我们家乡产的新阳宝剑，好啊，这就是现在的蔬菜场，就咱这茶园里昨天采的鲜叶，昨天也一家最新的，这个生命的新叶，是吧？还有你长安西啊，看俺这一看到去年才绝啊，长得帅，个性也动静。干了3个4年，这个品牌就是我的运气，我叫刘维奇，就是媒体。哎呀，好啊，这个相遇在茶山，非常难忘啊！你喜欢来西安，我看看啊，到哪里多东西我也都能看。好，好吧。